续来看台中有一个外送员接到一张的订单，这个顾客是点25杯的饮料，叫伊就送到一个参这个机车嘛无法度徛到位的登山步道的凉亭啊，而且这个顾客敢若传消息，拢无要接电话。啊，这个外送员费尽气力，真无简单，行到这个凉亭啊。 根本都无半个人，敢若看到破庙甲亡阿婆，伊只好甲饮料搁送转去幸福店家。伊嘛来提醒着同业，大家爱注意这个共创治的奥客。民众当咧爬山，这是台中大道万里长城登山步道。据外送员接到订单，爱送去步道的凉亭，搁甲抢系统无讲袂当送。他又强调说，你一定要上来，依照导航指示，你一定要上来。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不接。外送员徛到登山步道入口，因为机车无法度行，只好赶25杯饮料行去哩。不过现场干那庙搁有蒙牌，完全无人。他知道我，他知道他叫我逃跑，然后说上来呀、啊，你怎么往回走啊？因为山上这种很诡异，然后很恐怖的事情都会发生，最好不要去山上。现场的登山客听到这件代志，拢感觉真恶质。我在走是1个小时40分钟哦，我的脚程。啊，那是不是外送员足吃亏的嘞？很辛苦啦，不要这样子。上尾啊，因为人客无接电话，外送员就照指示把饮料送回去店家。然后那25杯是全部都废掉，后来是把25杯饮料都送掉。加在上尾啊，外送员有摕到这条钱，不过若拄到这种人客，安怎自保？比较 OK 的，可能就会记起来他的名字这样。然后看到以后就不会接了。外送员每送一张单，拢爱开时间，搁有金钱，向路无想要互创治。发生这件代志的外送员将过程抛伫网络，嘛提醒其他外送员，若拄到这个人，唔通搁互骗去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